讲到这阵因为疫情关系，移工入境是真困难，虽然出现抢工现象，甚至有的看护工想要转去工厂做作业员。除了对中照人力产生冲击以外，也和台湾中照人力不足的问题看见显。就学者讲，目前中照产业的优点无够，无法度吸引人来。那阵安尼生，就要来思考讲，要甲中照移工列入去中照体系内面。这种经过就是有一些朋友也是想要来工厂的比较多嘛。对，工厂比较多。伫新北市中和的印刷厂食头路要7档的阿玲算是好运，因为手工的薪水拢按照劳基法咧行。这阵仔工厂欠工的情形严重，真侪外籍看护嘛手尾转换做手工。从去年统计下来，但增加了3倍以上。比如说续聘，或者是甚至连续聘期都还没到的时候，他可能主动会跟雇主要求加薪。我们非常可以理解，其实雇主现在的状况是需求有看护工的，然后我们也同时应该理解，这些看护工他不过就是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。外籍看护钱少、时间长、无自由，本地就恶找人。即马产业欠工，要留人高卡食力。另外一方面，嘛反映出台湾长照人才培育的问题。又乱掉了啦！这个。空灵大学长照科系2年的学生直接参社区的时代活动，除了大专院校，伫台北私立的高中节嘛陆续开办长照系，不过招生所无介理想。亲像107年开始招生的开南高中，交伫工商甲本地女中，头2间学校的学生人数加起来到达才53人。本地女中搁较是天少，长期推广长照教育的空灵大学长照系主任陈秀丁就讲，接受伤无机会升迁，是即马学校收无人上主要的原因。国家的政策一定要慢慢去做改变，就是修改，然后也希望有这个长照，不管是管理师或长照的照顾服务室的一个国家考试，让年轻人有那个愿景。陈秀丁用日本举例，因为介护职员初任者就像咱的社区长照的照顾服务员，但是会当经过培训，也是一场经验后，通过国家资格变做介护福祉师，甲薪水换做台票来讲，一档的薪水会当对75万加到120万左右，所以伊认为有国家考试提升这个行业的尊严甲机能，人才会来。有学者建议政府嘛要考虑甲外籍移工纳入长照体系，补充人工。那因为他们的进来，把职业服务工作给他们做以后，我们相关科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，就可以去做一些比较上位的工作，比如管理阶层啊，或者是比如专业职的工作、督导的工作等等。学者讲，虽然家己培养人才是上理想的状况，不过这站台湾的能力、监管的好，社会的高龄化的脚步，这空行的也是政府制定政策爱面对的现象。记者陈雅文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